坤為地呢支卦又係講咩呢？有冇感覺成日被逼埋堆，被消耗？如果只係死頂，最後拖垮嘅都係自己人生同埋生活。要做返自己，讓自己設立底線同埋有底氣。當你知道自己點樣行自己條路，你就會發現會吸引到同頻嘅人同埋工作。唔適合你嘅人和事就會慢慢咁離開你。要時刻謹記唔好認叻，時機一到，機會就會喺你手上。呢個世界充滿挑戰，時刻謹記要少說話，多做事，沉默係最好嘅保護。硬撐只會兩敗俱傷，適當嘅放下先至係真正嘅勝利。坤為地呢支卦係先將自己內在處理好，冷靜分析四周環境，先至再出發。要低調到幾時？時機成熟要等幾耐？想要專屬你嘅占卜分析，歡迎 PM 我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歡迎訂閱，我會不定期咁喺我 YouTube Channel 度分享易經嘅知識同埋大眾占卜。仲有記得去 like 我嘅 IG 啊！